非常高兴进去你们的家里，我们到时间了，为了订火看那个第9个教导。我们今天的那个题目是证明亚亚娃的名是对的，我一直就高了，然后证明亚华是假的，亚胡法是假的，亚胡也是假的。今天我们来证明这些，后来我们再来个证明亚胡说的名字是真的，然后要把证明耶稣也是假的，耶和华也是假的，耶稣也是假的。现在我们来证明一下，因为记住就是这个父亲的名字就是亚法名字。那我们先一块儿祈祷，为了赞美亚法和耶和华。我再讲一遍。大家好，我很高兴。按照那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是真的。大就是那个把那个创造天地，大就是那个把创造的天上的天，和那个天地或是有的东西都这个在这个地球上。下一次我告诉你们，在天上那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创造物。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文字怎么证明这个亚法的名字是对的，因为他是创造者。第一个，他不喜欢那个救人，那他不喜欢救人呢，他不爱救人呢，很清楚的话，他的目的就是那个把人除掉那个他们的那个罪恶，那个他的目的就是那个把那个拿掉那个罪恶。那第一个证明呢，跟随他就是跟随他的儿子就已经那个被到了那个罪家。我们刚才听过了那个第8个教导。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小子。我已经写了，我们看过了那个亚名字。怎么写这个亚名字？我们看过了，在那个犹太的那个西非多拉，那个就是在那个上文字主埃及记15章2节，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那个是第15章3节，我们要看那个15章2节，在这里我们能看得到好像不是这个，那个在哪了？我们直接把读那个，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先一块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15章2节或者什么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希伯来希伯来圣经或者谢斐多拉。那个谢斐多拉就是律法的书。这个按照我们那个马国人、法国人呢，就是那个圣经或者 Bible。但是他们那里不说圣经呢，他们就是说那个谢斐多拉或者书的律法或者限制的书。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或者什么的
第12章2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那我们刚过了那个希伯来话，就告诉上帝亚法的名字。我们要知道了那个他的真正的名字。如果说你问我，我已经知道了，从接着就知道了。那个你们那个以后会知道这件事。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读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字怎么读 Azif Zimrat Ya Vaili Liswa Shili Van Veu Abi Varumenu。 那这个句子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先赞美一下就是那个亚法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呢。英语的话也是刚才那个呀是我的力量，呀 is my strength， 我的诗歌 and he's become my salvation， 也成了我的拯救。He's my El， 这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我要赞美他。我去赞美他。那这些多要告诉你们呢，就是搞这个副亚法，按照那个就希伯来文字，公元前400年，按照他们那个希伯来人的话，在这个就希伯来文字的话，我们能看得见这个呀，英文的话，有的黑，这个有的后黑是这样的发音呢，就是呀。那我们看见这个呀，这个就是呀。按照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比例呢，那个发音那个有的和那个黑。就是我来教你们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字，我不是来的为了教你希伯来语，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教你真正的名字，就那个这个是黑，就这样。我先查一下吧，再看听一下，然后放那个在下面，有的，放过来了，有的黑，就这样，这样就行了。然后这个是有的，我在教你们一边，这个就是有的，这个叫有的。你一看见这个东西就是有的，就，但是另一个呢，黑，怎么读这个？就是 h 或者 ah， 刚才那个是一，就这样，你们在家里跟随这个。那这个有的和那个黑，读这两个字的话，就变成一，有两种一，这个一或者那个一，因为我们从那个
右边到左边读，怎么读这个一或者呀？我们看见过，他们已经就搞过了，怎么发音这个？这个摇的和那个黑呀，他们有的人呢是这样子读的，是这样子发音的呀 ，YAH， 就是这样子发音的。那我们能看得见很清楚了哇！我们先看一下，按照那个拼音呢，阿吉、Vzimrat、呀。那这个就是那个发音的系统，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们怎么写这个啊？就是上文就说了，就是这个是。这个是有的，怎么写有的就是这个，怎么叫有的就是这个，就这样。然后我们把那个下载一下，这个是有的和那个黑暗，发音这两个字的话就是呀，应该不要把改掉，因为按照旧希伯来文的话就呀。我们看过了，这个在诗篇第150章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哈利路亚，就这样子那个发音的就是呀，那个在哪了？应该在最下面那里，就是这个。我们就是那个哈利路亚，就是这个。我们看见了，按照那个荣耀归于父亚法名字就是亚法。那我们能看得见发音的那个有的和那个黑的话就是呀。我不知道了，那个诗篇应该在下面那里。你回来问我，你说什么呢？这些都是啥意思？哈利路亚！带领吗？第150章第1节就是诗篇。我们看一下这个带领吗？或者诗篇。那个在哪了？就这样。第150章1节，我们能找得到那个哈利路亚在这个上文字，就是这个哈利路亚。那个几个句子，应该从右边到那个。右边就第一个字，那个在中间，我放了在中间，那个是呀名字。你们看一下，发音的话没有变长了。如果是正常的人类的话，应该不要把那个改掉啊，因为人多现在有困难的把读掉那个上文字。可是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形象的那个原来的形象，这个就是呀，没有说过，没有说也有就是呀。但是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我们惊讶了，包括他们有的人呢把那个原来的名字改掉了。那真理的话就。人多在犯罪了，就要跟那个上帝攻击了，然后上帝吩咐他们不要救过他的名字，然后别那个改掉了，把那个别动平常耶和华亚威，那他们那个就靠了那个
别的上帝，那就他们多对这个正常的上帝有个毛病的，那魔鬼呀，很高兴的，那你们多没办法把那个罪恶离开了。那这个有的话，那个还你们一看见了这个形象的那个，这个就是呀，不要把这个改掉，业无一乎，这样的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读这个就是呀，很清楚了，这里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个就是呀，按照希伯来语的话，这个是希伯来文字，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字母，哈利路亚呀的话，就别把那个改掉，因为不行了，你不可以把那个改掉雅虎，呀就是呀，这个是第一。那我们放好在我们那个图片里面啊，我们一看见那个形式就是这个，我画那个蓝色的就是这个形象，他们那个希伯来那里就怎么发音，按照那个谢菲犹太的那个谢菲多拉或者希伯来的圣经呢 EYAH，这个就是为什么把这个改掉？我们看到了两个字怎么发音的？有的和那个娃娃，嘿，那个他们都说了这个四个字母或者四幅图，我们看到了四个字母，我们没看到了。没看见了，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就是亚发音的。那我们先再看见一下，跑哪里去了？就这样。我们再看见一下，因为刚才那个比较胖，就这样。因为他们宗教领袖的人都说了有那个四个字母，就是那个四幅图，这个是有的，这个是黑啊，这个是娃娃，这个娃娃怎么读？这个就是娃娃，这个叫四幅图或者四个字母。我就这样子画，我是这样子写，这个就是那个四个字母或者四幅图。你们人类随便创造这个，就是创造这个你们那里不知道的话，这个就叫四个字母或者四幅图，有的黑，娃娃和黑。他们那个希伯来人呢，怎么读这个就是娃娃，这或者 V， 那个写的话就是 V， 有说的O，有说的 U， 我们查一下那个希伯来文字的话就是 V， 为什么呢？我们来查一下。发音第一个字母我们不下，再来带那个，因为那个是呀，那个就是呀，那个不可以再带。我们都刚才一块看见了嘛，我没有随便那个创造了，这个就是呀发音的。那个其他的怎么发音呢？我们先用这个。那这个其他的怎么发音呢？怎么读？怎么读娃娃和那个嘿？因为人多现在看电视，因为这个教导就是为了他们那个其他国家，因为马达加斯加的话已经只给了他们那么多了，他们不想进来，
就他们找他们的就让我把这个转给他们那个其他国家呢。我们教导就从那个中心开始了，到第一个应该这个就专门给他们那个有个电视，有的有黑，有的娃娃，有的黑，有的和那个黑就这两个字母就呀。我刚才给你们两个证明了。出埃及记10章第2节，诗篇第150章一节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字母在这个4个字母里面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其他的另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希伯来语的话怎么读这个。按照他们的犹太人那里怎么读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了有好几个改掉的事件他们跟那个原来的要离开了，他们就没办法都是救人了，因为那个怕那个除掉那个罪恶没有了。那个大的那个儿子就是他被钉子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就是那个要说荣耀归于你要胡说那怎么读这个要的和那个怎么读这个因为我们怎么读这个娃娃和那个黑？因为这个是4个字母，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4个字母第一个2个字母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后面的第2个字母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出埃及记我们说话回来在那个出埃及记第15章2节，那你会听明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5章2节，下掉的目的就是那个为了你欢迎来到天上的天那里。讲，我先拍个照，然后把那个换一个地方。我们先把这个下载就这样。那个图片就是这个，我们那个画那个绿色的。这个是有的黑娃娃和那个黑，我们如果看见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第2个那个形式，就2的那个第1个和第2个字母，我们知道了这2个字母就反映的按照希伯来圣经了。那个那个其他的那个字母呢，那个娃娃和那个黑按照那个旧希伯来文字怎么读这2个字，我们再画一遍。这个已经在里面了。我们说话回来看一下怎么读这个，按照那个希伯来文字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了怎么读这个。第1个我们已经找到了，第2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拍个照一下，我们怎么读这个？这个是第1个有黑娃娃黑，
这样子读，怎么读这个就是这个亚法。我们先放这个进去啊，在这里我们能查得到啊，因为你们那里一直扒开掉，这个名字那他们都说的不对呀、我们进去在这里，我们写一下他们那里的话，第一个。他们不知道分不出来是什么，人类多就随便把那个给着，我们已经知道了，要的和那个黑就那个第一个和两个字母的话就呀，发音的时候就呀，但是呢，就希伯来圣经的说定了那个第一个和第二个字母是呀发音的，第二个呢是发，这个是欧洲的字母，这个哇，如果我们放好那个真话，我们回去那个就希伯来文字那里，这个就是亚法，那个最后面的我们那个读的时候，那个希伯来圣经呢，就这个就是法，这个就是法，那。按照那个上文字，按照那个希伯来圣经呢，这个就是呀，要的和那个黑，娃娃和那个黑就是娃，那个犹太的字母没有W，但是 V 有的话就是 V， 没有 W。我们来查一下这个词语。这个字母，因为有人跟我说，他们那个希伯来人没有那个V 字母。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是没有是的，你的话是打的名字叫伊莎。就是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进去一下吧。这个就是 V 字母 ，Vav。写的话就是娃娃，按照那个大的声音呢，在那个第三个标啊，就是那个声音的怎么是？我拍个照一下，这个就是V， 按照那个希伯来文字。我必须给你们证明呢，木匠要用这个，在那个第三个，笼子就是那个怎么听它的声音呢？怎么写？这个就是 V， 写的话按照希伯来文字就是这个。怎么叫这个？按照那个希伯来的话，就是娃娃，就是 V。其他的意思就是有的无，说实话，就是 V。我答复你，你那里说有的人那里没有 V 字母，你应该要学一下那个希伯来文字，希伯来文。就是那个希伯来语，那刚才那个教导会怎么样了？刚才那个就说定了，这个副亚法的名字，就是这个亚法。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图片了，怎么称呼我们那个放怎么称呼这个4个字母有的黑娃娃黑，这个就是亚法，这个就是亚。我们怎么称呼这个就是亚，这个是亚，这个是亚，另一个就叫娃。另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法。按照那个
希伯来语有的和娃娃，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个读的话就是呀娃，就这样，这个就是那个哑巴。我们看见了这个哑巴，那副哑巴名字的话就是呀是哑巴。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图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at 我们再写一遍了，这个就是我们再写一下，用那个蓝笔，这个按照希伯来字的话，哑巴，他们写的话就是从那个右边到左边，那我在下面，就是那个从那个。右边到这边写的，我们把这个下载一下，我们重新做一个，我们再重新做一个，没事，那就这样，不好意思，应该是从那个右边到左边，那在这里是呀。在另一个地方是法，在这里是法，就这样子。如果把读这个就这样，我们进去那个表里面，那你们能看得懂？那我们先进去在那个表里面啊，你们都已经听见了。那我们来写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在表上会怎么样。我们先放好，我们先写那个4个字母，他们宗教领袖的，我把那个一直改掉啊，这样子的话就不行了，然后人都变成罪人了。这个就是呀 ，y h， 读这2个字母的话就是呀。必须从那个右边到那个左边写的，和那个读的，那个发法和那个这个怎么读？按照刚才我们换个颜色，也是用那个蓝色的，这个也是 V 就是发。这个就是我们看过了这个按照那个就希伯来圣经呢，或者犹太的塞菲尔多拉写的那个塞菲尔多拉就这样，塞菲尔多拉就这样。哎呀，没看见了那个头了，我先放在下面吧，塞菲尔。多了，就这样的写的，按照希伯来文呢或者谢菲尔多拉，因为谢菲尔多拉说定了这个是哑巴，在电商那里就怎么称呼他就是哑巴，那些人跟随他就不再犯罪呀，他们。就被偷掉了，偷窃罪假。那除了这个以外都是假的，因为他们犹太人没有救告了。那我们先放他们的那里，耶和华、雅虎啊都是不行的，都是假的。我们来个证明呢，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先把那个下载呀，因为我们一直要毕业就，那我们再进去在这个表上啊，我刚才给你们解释了，按照那个希伯来文字的话，这个有的
有的和那个黑呀、娃娃、黑呀，这个4个字母，怎么这个4个字母按照那个希伯来语的话就是亚娃，亚娃。原来的名字就是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按照那个犹太的写法多了。为什么他们新教的那里把那个改掉，然后变成耶和华？第一个犹太人没有求告过这个，因为他们求告的时候就是亚娃。我们刚才看过了，我教过你们了。他们天主教的那里就把那个改掉亚威，那个也不行了。我跟你们说了，他们那个犹太人没有求告的这个，他们那个有天主教的那个前面的对的，后面的把那个变成 V， 我们已经看到了亚，第二个就是方，为什么这个变成那个 V 啊？那这个不行呢？我们的那个亚 V 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把这个变成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天主教的那里，天主教会那里，教会那里，从这里都是错了。耶和华是假的，亚威耶和华也是，我们亚威，你那里是对的，没有啊？我们的罪被除掉了，你们那里没有了。为什么你把这个变成亚威？有好几个翻译在中间把那个变成亚胡法耶威伊威，这些都有，有的有法有威，因为他们一直把那个字母的那个人类就可以把字母改掉，那他们那里都没办法被除掉那个罪恶。但是天主教的话，连那个真话，那个前面的最前面的字母啊是对的。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圣经呢，他们写了亚威，我们那个用那个绿色的下吧，先用那个绿色的吧。这个第一个，他们没有把那个改掉，也是亚，他们就是那个也写了那个后面呢，哎呀，不知道。那个通常的话应该是法，因为我们找到了那个希伯来圣经呢，这个就是法，他们跟那个把那个改掉，然后变成非，那这个名字就坏了，又坏了。那我们刚才按照那个希伯来字的话，这个这个是 H 或者 H。昨天我给你们讲到过那个应该是第几个讲到，我们可以再定那个。我来再做这个在这里，就是这个。黑就是怎么发音这个黑就是。AH 或者 A， 我们摆个照一下，因为我们还没摆个照过这个，因为我教你们那个父亲的名字，我就证明好啊，按照希伯来语，为了下一节不会再有错误，发音这个发音名字就是这个黑，这个是黑。怎么发音这个黑？怎么读这个黑？这个应该这个是 H 或者 H， 这个是 H 或者 H， 就意思就是这样。你自己调 H 或者 H， 没有
A Vav 也没有。我喜欢那个花，没关系。我们再读下那个，如果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 没有 V E 就是 V， 怎么那个发音那个以前的和那个新的没有 A 或者 E。这个就是那个旧的我写错了，稍等一下，你们应该认真听，为了到达那个原上面那里。我刚才就这样，我们放这个在那里，我们要看一下要到那个黑，就这样，就这样，就这个，我们那个画一下彩色的，这个是娃娃，这个是娃娃，怎么发音这个？正式的话，怎么发音这个？目前怎么发音这个？就是 V 或者 V。这个不是以前的，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语言呢？这个就是澳洲的。这个把这个读的话，就是 V。有的人的话没有 W。发音这个 V 啊，不是有 V 或者 U。原来的话就是 V， 然后有个 AH 那亚 V， 这个 AH 就 AH V 那个发音那个 V 就是 V， 就这样嘛。那我们要看一下他们那里怎么解释这个变成物啊。原来的话按照希伯来文字就是 V 和那个黑 ，V 和那个黑的话把那个读的话就 H 或者 AH。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我们再看一下，应该是这样子，按照那个图片。如果说通常的话读这个或者发音这个应该是这样子那个发音的 E-A-H， 从这里这个应该是 VH 或者哑发。那这个后面就没有了，哑巴，那很清楚了。那天主教的那个他们天主教的亚非那里是不对的，那很清楚了，这个图片就不行了。我们再拍个照一下，然后把这个换个地方，下一次可以在这面呢。就是这个，哎呀，我爸不在这里了，没有，那我把这个拍个照，那可以拍个照啊，那已经在教导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基础的解释。我们看到了这面呢，这个亚非名字是不对的，应该就是那个亚法，就小是亚法，但是亚法那个真理的就是那个上面那个，把那个。这个就是介绍亚法是对的，是真正的名字。亚非没有
在那个犹太的那个字母没有亚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旧希伯来文字，旧犹太的文字。In use between then for sound before Joshua and one for sound before Joshua， 就这样。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公元前2000年，就这个原来的，就是说这个以利就是以前的意思，中间的是来的，现在以利的就是那个。就是 W， 就是这个，以前的就是 W， 他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们查到了这个以前就是这个 V 或者 V， 以前的话发音这个就是 V 要说公元前2000年。那以利的就是以前的话，那我们必须拿过来这些都为了，那我们都就这样吧，我们写一下黄色的，把那个分开呀，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亚胡说公元前2000年，就是那个公元前2000年，就是这个 V， 因为他们澳洲人把那个翻译也就是 V， 我相信你们都听明白了，那个亚非就是假的。那我们那个看下一步的。那怎么证明这个耶和华是不对的？我们一直因为这个是真理的记住，那我们先浪费时间一下，那个不行呢有的人都没有求告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对的？这个从开始了就有错误了，应该是 Y， 他们把那个变成 G， 应该是或者 H， 他们就把那个变成 G， 那这个不行啊，那个第一个字母就不行了，按照这个字母，然后把这个变成 O。然后再加个 V， 那我有经验了，为什么有后这个 O， 然后最后面的有的法，最后面的他们找到了法，哎呀，人类的错误啊，那么不行啊，他们呢，他们怎么做错误，我要教你们一下，这个也是法。这个呢，这个是 J， 这个不存在呀，从来没有这个。这个我呢，从哪里出来的？我问你们呢，这个我从哪里出来的？谁放这个？谁放过这个？有的黑发发黑啊，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这有的这有的发发，这个我呢？如果说，假如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哎呀，那个有5个字母，不是4个字母了，有个5个字母，这个名字就有个字母，4个字母就 Z， 第一个字母 Z， 第二个字母发，那这个我从哪里出来的？那这个不行啊，那。信教的就不用了那个耶和华，因为他们知道了，有的人都没有去搞过这个。
为什么你们的名字那里多是假的？然后你们那个随便创造了加个那个第二应该是很简单的话然后会搬除掉你们的罪啊，魔鬼拉到那个别的地方那里，魔鬼骗过你们多。第二个，这个耶和华就假的名字。还有另一个证明了怎么证明这个耶和华是假的？我再给你们解释一下，因为你们那个那里会跟我说，就是你们那个神学家那里说了我不知道了，以为我不知道了，什么东西都我知道了。我们先擦干净一下这个。那你们的名字那里都是假的，因为我来个证明呢。真话我刚刚教过你们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备注一下，就这样。那个下一步的那个作物耶和华我们那个证明一下，有的黑vav黑这个就放的希伯来把那个可以拿着那个，如果说那个以前的那个希伯来文字就我们没办法，他们怎么做这个？他们怎么写这个？就是他们把改掉那个，他们就是他们怎么把那个改掉，按照他们的那里，他们这个就是也是有的。稍等一下，我们先写一下。我马上加一下那个紫色的，他们又加了两个点儿，这两个点儿有意思，加个两个点儿就这个变成 A， 就变成 A。那个我刚才怎么做？好像蓝和绿色的，蓝绿色的。后面的就是黑，那这个就是一，因为他们有加了那个两个点的，那这个就变成一，加个两个点的时候就是 A， 发音这个就是 A， 那这个就 GAOH， 那这个有错了，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就这样，这个是 J， 因为我们看过了那个雅慧加个加了就变成 A， 不是法。已经来了，在这里也有加了，在这个黑他们也有加了那个点儿，我们用那个绿色蓝色的，在这里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加了那个点儿，加个点儿了，在这个黑边的有的时间他们放了这个上面，放在上面或者在中间，加个这个在那个希伯来字的话，就那个字的意思就有变了。那这个下来了就变成那这个就是结合，因为有个点应该在他们放那个在上面或者在中间，你们可以自己查。后来然后这个vav呢这个是 V，在这里是动唱的就 H 和那个 V，
那他们的就是那个耶和华。你们以为些地不知道了这个耶和华名字是从哪里出来的？如果说你们那里不知道了，我就是教你们了。你们不知道了那个4个字母，这个也是错名字，就是假名字，因为他们那个希伯来人没有教过这个，他们随便创造啊，这个是不对的。亚法名字公元前2000年，他的名字是亚法。公元前2000年，亚法名字就是亚法。我们在放好报烧这个图片儿，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这个亚胡法名字，这个亚胡法名字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必须从这个4个字母开始了。这个亚胡法，这些都是假的名字。你别想要说的大师兄弟不知道了，那我给你们说了什么东西都我知道了。真理的话，你们那里就随便走就。有的我们再写一下，有的非，我们先写一下呀没问题。他们放好了那个呀，那个那个第一个和第二个字母没问题。这个是1，这个是2，就是你们能找到就在那个美国希伯来圣经呢，就有人自己查了吗？那为什么这个变成耶和华？耶和华是动是一模一样的，加个点在上面那里。有个点儿就自动有5，这个应该是我活着5，他们就这样的做的，应该是我活着5，他们经常放那个在中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雅虎放在上面就是雅虎。我先把它掉这个，稍等一下，要把它掉这个。我要把它掉这个，因为大的是雅虎法，那大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我们先把擦干净一下这个，然后就这样嘛。雅虎，然后把这个进来 V。这个放在这里就 H， 那这个就给了雅虎法。他们写的话，从那个右边到左边要加个5雅虎要把这个翻过来，就是然后再加个法，就这样，就是雅虎法。因为又加了那个加了那，意思就又变了。就变成5，那个图片又变成了5，那这个雅虎法就是这样子出来的。他们随便把那个做了，应该是他们加个东西，加个语就乱七八糟的。我教你们呢，人类做的话，他们的结果呢就是这样子嘛。那你人类认真考虑一下，你以为我不知道了？你应该要认真听这个真话，应该要照在真理上，就这样。雅虎法变成雅虎法在下面，那人家怎么写了？他们就是没有脑子那里。雅虎法，
就是那个上帝的，就是那个假神的名字。你们能找得到这个在新希伯来圣经呢？那他们的是雅虎，他们把那个断掉，然后变成雅虎。有的不说雅虎啊，但是说那个说别的，他们用那个4个字母把那个变成那个。哎呀，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写在。因为有人把那个雅虎法断掉就变成雅虎，这个是另一个。还有走的那么远，哎呀，那人类就像那个，我们先看这个另一个，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人类的疯狂就这样，目的就这样子了。我们读的时候就是读的时候就是这样读法。这是我们慢慢来，为了不做错误，我们那个做完这个就修一下。这个是第9个教导啊，然后马上刚好听一下那个第10个教导啊。所有的人在这个地球上能听到了他们的疯狂的，有的就没办法了，他们迷路了，我们不管他们了。然后这个怎么出来了？呀，他们没有动了那个第一个和第2个字母，他们没有动了那个，这个是对的。但是到这里呢，哎呀，太危险了，这个方法呢加个点的在中间啊，这是好像那个其他人做过了，那个变成5，这个是5雅虎，他们的雅虎就是这个。他们的雅虎就是这个，那这个图片呢？因为有个点儿，然后这个变成5，加个这个就按照那个犹太的语的话就变成5，加个点儿就变成5，那个方法又加了那个点儿，就加个那个红点儿就变成5，就变成雅虎，他们就这样的做的。那个爸爸加个点儿就变成5，不好意思，我有错，这个变成5，活着语就这样的发音。我们用那个绿色的这个娃娃呢，这个娃娃加个点儿也是变成5，就这样嘛。如果说这个娃娃在大的头加个点儿，在头加个点儿，我再画一遍，在头加个点儿。他们有的人说了要加个点儿，按照他们的犹太的，我们先学这个就变成O，那这个变成O，那他们说了九五法，那这个就是雅虎，因为这个变成5。我们先拍个照相，然后我给你们那个照明了，好吗？你们能看得见有个5，按照那个希伯来字母，这个就是那个在第3个时代再有这个，已经把那个名字改掉了。第一个是 V， 第2个是 V， 第3个是5。我们看见了在下面，第一个是 in use between 2000 to 1000， 第2个 in use between 1000 to
100 in use between 就公元前400年。就是要我说公元100年再用这个。第一个呢，这个就好长时间了。第二个就是那个第一个就是 V， 这第二个就是我这边唱的时候就是5，那这个可以发音这个 V 或者5，人家把那个混在一起，前面一见就是 V， 在中间有的说5。那个最后面的有人说5，按照那个时间，有人说时间了，那个一直没有变了。我就是举个例子，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有的形式的。怎么发音这个，怎么读这个，我来查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 V， 你们看见了这个 V， 5或者5，他们就是这些，这个是 5。这个怎么做就是这样，在前面就是以前的就是 V 啊，在中间就是我啊，变成 O， 中间的话就变成了我。我们先放好，为了不会丢掉，我们把那个写在为了不会丢掉，然后我有办法给你们解释好。那这个是我。这个是 vav， 那这个叫我就是圆圆的，这个就是有个第二的就是u或者5，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你们那里看电视就是这个。我们再拍个照一下，我爸爸丢掉了，那就这样。这些都存在了，按照那个时间就前面那里，等一下，这个怎么办？哎，图片没有出来了，我想给你介绍一下那个图片，我找不到了那个图片。我重新画一遍，就是这个，哎，有个人发给我那个短信，这个是第一位，O， 然后5。这个我刚才跟你们说过了，按照那个时代呀，以前那里就是那个 V 啊，后来把那个变成 O， 然后再变成5。这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就是那个公元前1000年，第三个就是那个公元前400年，这个就是按照那个时代，他们人类就把那个。改掉最危险的就是人家多随便做，然后被那个离那个原来的就有分开了，变成雅虎，变成耶和华，变成亚威，他们多造作了，没有犹太的那个系统了，怎么就搞那个？你跟随亚法的话，就你的罪恶被除掉了。第二个，到这里你们先认真那个
考虑一下，我祝你们好了。为了有所保佑你们，我们先一块儿祈祷一下。为了那个感谢我们那个我们带来这个美好的那个话，那些人那个跟随耶和华，他们在犯罪了，他们那个罪将没有逃掉了，他们罪没有逃却了，因为你是罪人，就走下地狱了。那个人不会犯罪呀，这个不可能的。在这个地球上，如果说你不照耶和华，魔鬼呀压你，就让你一直犯罪呀。那么我祝你们好了，欢迎来到这里。你先努力照耶和华，你确定一下，照耶和华，照些底下就是给你转给耶和华。为了我们也先一块祈祷吧。非常感谢你父亚法，我必须给他们解释，为了你的教导的基础放好了，因为这个是基础的，然后让他们知道了你的意思，你是真亚法的上帝，创造了天上的天，是和所有的东西在你那里和那个天地。你是最大光明呢，荣耀归于你，父亚法名字。我求你祝福这些话，为了充满了你的恩典了，为了有你的保守，荣耀归于你，父亚法。你祝福一下，我说什么呢？奉耶和华名着，亲爱亚法，哈利路亚，阿门。那我祝福你们多，为了有所保佑你们，下一次见，再见。